这金唱片颁奖典礼今年40周年啊，咱看到这名称一个比一个较大牌，第一次来甲咱台北大巨蛋的举办，所以特别有意义啊。这金唱片的这么出名，是因为伊是韩国历史上悠久、上有公正性的颁奖典礼。你若是伫遮摕到这个奖，这就正讲表示你是有实力的，所以所有的歌手、所有的明星，拢想要摕到这个奖。 即届毋免盘山过岭爬楼梯，就有机会入场看 ATEEZ。Anthony 有影等真久，因今仔日一透早到机场穿大衣，有够缘投向镜头拍招呼，买奖感是已经袂堪要等啊。若是 ATEEZ 佮有 Stray Kids， 不过成员是包甲目睭睭，看起来小可甜。凡世甲因正穿的人气有关系，活动是遮卖力，自然是真出名。 遮侪大明星拢是为着采集伫咧台北大巨蛋登场的金唱片颁奖典礼，伊将有历史自1986年开始到今，已经40周年，有公正、客观、权威性。根据销量甲音源数字，再加上专家评选是更加真有路。红讲做是歌手上届想要摕的奖项，嘛有南韩 Grammy 之称。 既然是上高级的暗会，安尼 cast 嘛袂当凊彩。除了 Blackpink 的 Jennie， 佮有男团 Stray Kids and Hypen， 人气女团 The Seraphim， 小学生总统 IVE， 甲怪物新人 Curtis 正影目。 典礼就要登场，买奖拢所靠入手，希望伫咧年度暗会和 idol 一个难忘的记忆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